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4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一开始来看中国中央电视台连续3天播送台湾间谍的新闻节目，昨暗又搁指出有2名台湾的学者透过学术交流收集中国的情报。一位是2018年7月份就获中国厉害学者蔡金秋，另外一位是台湾师范大学退休教授施建平。陆委会是谴责北京当局破坏两岸关系的发展。 2018年7月份去福建泉州了后，大家村里的人失去联络的台湾学者蔡金树，佮一届出面是伫咧中国官方媒体央视的节目内底，央视讲蔡金树透过两岸的学术交流名义，替台湾军情局来做间谍行动。今年7月份已经去判4年的有期徒刑。那因为我在大陆20几年了，一来追随前辈从事两岸交流活动，但是却被军情局利用。 作为危害大陆国家安全的一个行为，这个是我始料未及，也是我很后悔的地方。除了蔡金树以外，央视的节目佫讲另外一个代表是台湾师范大学退休教授施正平。2018年，施正平伫中国失去联络了后，一直到2019年11月份，才由国台办的发言人证实讲，施正平因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去互有关部门依法来审查。是我做错了，希望那么我的经验能够分享给这个台湾目前可能还在触法的这些人士，作为一个警惕借鉴不要再继续犯类似的这个错误。 包括李明基甲郑有钦，目前已经有4个台湾人伫咧央视顶悬被认罪。陆委会批评最近以来中国自导自演放送的案例，访猎人数拢属于一般公开资料收集，也是正常学术交流，是中国一直来讲这是间谍行为，严重破坏两岸关系正常发展。对于中共接二连三对台湾从事两岸交流人士以所谓破获间谍名义乱抓，并编造子虚乌有、 罗织入罪的剧情，一再恶意政治炒作，刻意破坏两岸关系与正常的学术交流。我们谴责北京当局企图干扰台湾社会、恫吓台湾人民的粗劣行径。 蔡金树甲施正平2个人封口伫咧什么所在，目前抑阁唔知影。陆委会已经真侪届向中国表达，应该保障2个人的司法诉讼权，而且同意家属去中国甲看。 嘛，经过中国应该随停止这款恶质的操作，而且嘛提醒民众参加两岸交流会出现潜在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交通部长林佳龙，昨甲台北、新北佮基隆3位市长做伙召开800支轨道交通平台，来讨论轨道建设的发展甲整合。会议中达成5个共识，上重要的是会甲基隆的轻便铁路升级真做捷运。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交通部主导的台北、新北、基隆轨道交通平台头一摆找来3方首长坐落协商，得到溪真久的基隆轻轨民生10指线这问题达成5项共识。其中基隆轻轨确定计划升级为中运量捷运。基隆捷运系统我们会升级为这个从我们轻轨系统升级为中运量捷运系统。基隆捷运现在变成是1接3。 一条捷运接3条台北的这个捷运系统，也就是基隆捷运会接到文湖线，会接到板南线，会接到新北的这个系东线，好，所以这个效益整体的效益就出来了。 为了促进民众转盘代替高铁这交通的方便，交通部表示，基隆捷运台北这边对南港展览馆延伸到南港站，应采地下化发展。而台北市长郭文铁对此也表示赞成，更加答应若是地下化，一定会到3港出钱。 那个说走地下要多一些费用的话，多出来的部分不要全部都算哦，多出来部分我们台北市愿意跟交通部大家就算个折数，你知道交通部讲，由新北10指大同路顶面原本交通网络真复杂，所以这路段也整合民生10指线。甲基隆捷运新下并存2个铁轨路真大的所在。对这摆整合计划，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讲乐观其成。 基隆好，我们新北一定好，所以新北是把这个路廊站出来，但是相对的新北因为跟基隆捷运来做借接，北北基是跨县市更复杂，所以我们就成立这个平台。我想这个模式如果未来涉及到跨县市的区域，我们可以参考来办理。 另外，高铁延伸到宜兰路线方案，即阵是采取无经过翡翠水库集水区方案规划，也以这个方案继续甲北宜第三铁路比较了后，提步要宽屏审议。
记者综合报道。受到东北风甲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宜兰为12暗开始落大水雨，地区一寡车路开始崩，甚至嘛有水崩山。也毋过即阵雨水嘛，互翡翠水库的量转来到5成。宜兰地区的雨势落真大，从12半暝一直落到13日时，因为雨一直落，嘛传出灾情，宜兰地区电线真侪所在崩去。而且嘛去影响到交通，经过相关单位清理土石了后，中道已经解除车路管制，恢复双向通车。到下晡5点，全国前5名的降雨量，宜兰县得占3名，宜兰市的雨上大，累积雨量已经达到155.5毫米。第2名是宜山乡154.5毫米，双连比嘛有127.5毫米，雨量是真惊人。像是在宜花、还有基隆北海岸跟新北山区这些地方，造成比较持续性的一些降雨，并且不排除可能有大雨或是豪雨的发生。毋过，即届落雨，敢若北部地区的水库有食到水，翡翠水库集水区增加超924万立方公尺，水库水位已经来到151公尺，水库有效的脱水率嘛回升到54%。毋过，石门水库就不遮尔乐观，敢若4成；明日水库搁较嗨，敢若剩3成。另外，中部地区石公坝、雾社水库嘛，敢若剩4成至5成。南部地区北河水库、詹文水库嘛淡水堤，敢若剩3成。经济部长王美花呼吁民众也是爱较欠咧用水。还没有到中南部桃园以南都还是少，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大家要省水啦。因为即届落雨，敢若落伫咧翡翠水库，经济部10时会召开旱灾应变小组第2届的工作会议。桃园、新竹、苗栗、台中4个县市都10时开始水情定号调整做黄灯，实施夜间减压供水。另外，嘛会讨论台中以北万东的用水来做调整措施。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形成的风台拢离咱较远，也毋过受到外围水气甲东北风的影响，这方面的地区拢落大雨。今仔日早起，宜兰、花莲嘛拢落大水雨，有部分地区为昨到今仔日就累积超过200毫米的雨量。今仔日是北部宜兰、花莲的雨会慢慢减少，中南部地区是侪份好天的天气，过道山区会落雨。明仔载后日，伫菲律宾附近的热带性低气压，若是发展成做风台萨德尔，伊的外围环流会拄着东北风哦。即个拜六礼拜，北部跟东部雨就会落袂停。伫气温方面哦，今仔各地早暗大约是22度到24度。你是北部跟宜兰花莲地区温度上悬哦，会是28度到29度，其他的所在会到32度左右。中南部地区嘛要特别注意，你个暝温度会差真济，另外嘛有空气污染的问题。再来看极端气候造成短时间内底落大水雨，愈来愈常发生哦。来看日本伫14年前东京附近的埼玉县气象馆哦，就规划一个全球上大的地下防洪系统哦。这个大大型的设施完工了，当地水灾就减少真济咯。这个有淡薄阴森的地下神殿，内底有50外个真大的石条。互人想袂到的是，这算是东京郊外气象馆一个地下防洪系统的调压水槽，而且顺楼梯一直向下骹来行，就当看到这个真大的排水井。建坑のサイズはですね、直径30メートル、深さにして70メートルぐらいあります。施設としてはスペースシャトルとかですね、自由の女神がこの中にすっぽり入るぐらいのサイズをイメージしていただければいいかと思います。因应东京高度都市化，还有附近河川淹水的灾情一直发生。日本政府当年开2300亿日票，超新台票635亿。经过14年，总算伫咧2006年完成这座全球上大的防洪系统。若是有风台，还是大水雨，地势4公里的河川淹水的时阵，这座设施第一天即时发挥调节的功能，超过6.3公里的大型地下泵坑，把水排向江河川。この施設ができる前の時に降っていた大きい雨の時と、この施設ができた後にできた同規模の雨が降った事例があるんですけども、その時でですね。官方估计，这座防洪系统到达已经替日本政府省1480亿日票的救灾经费，毋过对气候变迁、地区极端气候变严重，风台数量伫咧过去40天已經增加1.5倍，敢若抗硬體設施也佫無夠。ソフトと言われるいわゆるノンストラクチャラルメソッドっていうのが要は物で、
しない。まあ例えば避難を迅速にすることであったり、アウェアネスを高めると。专家警告民众，除了有世界级的防洪系统来保护，配合政府的指令，提早疏散，才会当甲灾害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刷来，带观众朋友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先来看《中国时报》，欧洲卡球联盟国家联赛原本葡萄牙今仔要甲瑞典比赛，也毋过葡萄牙的卡球协会暂时宣布讲，队长C罗去挖着武汉肺炎，目前是了解讲C罗无任何的镜头，还在隔离中。再来看《苹果日报》，金管会暂时宣布讲，经过无共来源资料的收集比对，发现有特定的中国资金伫去年5月份透过新加坡私人的银行户头来台湾买大同公司的股票，计共是超过13万张。金管会昨嘛对这间有中资的公司来冻罚2500万，嘛限期6个月内底爱甲股票全部拢卖掉。再来看《自由时报》，有一间上市的 IC 设计公司总经理的查甫秘书，伫2017年向调整职务，去年却向时头路，伊不愿提出诉讼，嘛指控公司的总经理长期拢对伊卡来手来，历史有重大的违职。新北地方法院是认定这个查甫秘书的镜头算是职业灾害，所以公司袂使甲伊时头路，嘛必须要赔偿伊10万块。来看昨又个新增加，国内个新增加一个对境外移入的武汉肺炎病例，是一位伫中国江苏食头路的台湾民众。目前台湾计共有530例哦。另外，摕到德国 BNT 武汉肺炎疫苗代理权的台湾东洋药厂，因为公司有0.7%的中国资金，嘛引起争议。国内阁增加一个新冠肺炎境外移入病例，是本国籍40多岁男性，530例今年2月到中国江苏工作10月初，出现了鼻水、甲有痰等症状，只有家己食药啊，无伫当地就医。10月11返来台湾休假，入境时主动通报症状，进行采检才确诊。这也是隔8个月了后，再度出现中国移入病例。他只有说有另外2名的同事有感冒症状，那也没有，他们也是只有自行服药，没有就医。生技公司台湾东洋顶日宣布，已经取得德国 BNT 甲美国辉瑞药厂合作的新冠肺炎疫苗代理权，只要政府同意，明年第一季就会当引进上济3000万剂，和1500万人注射的上大加度。也毋过却传出，这间疫苗厂是绿资企业，违反政府唔使用中国籍疫苗政策。BNTC 注册于德国，2019年10月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之新药研发公司。根据公开资讯，该公司前3大股东都为德国公司。中国复兴因为有代理亚洲的代理，所以他们有入股，就只有占他们股权的0.7%。这在一般公司的股东都有可能有从各国来的一个股东，所以我们不会认为它是一个中国大陆的一个厂。另外 ，BNT 疫苗保存运送需要伫零下负70度加温。有医师烦恼，到时阵疫苗配送加注射也考验台湾的冷链技术。负70度的话，大概基本上要区域以上医院会比较有这个设备啦。那所以如果真的是要使用这个疫苗，很可能将来的接种点会比较有限制。另外，台湾由于采购偌济这间药厂的疫苗，指挥中心强调，要看疫苗厂的临床试验进度、甲疫苗安全性、有效性，参国内量能，安怎配合冷链技术等，一切拢还未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武汉肺炎疫情个滚到，全球的病例数已经超过3800多万例，108万人死亡。来看上新的统计，台湾暂时新增加一例，目前是530例。中国病例有85000多例，香港有5000多例，日本嘛超过9万例。目前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和巴西。美国已经超过800万例，印度嘛已经超过717万例，巴西超过500万例，欧洲方面西班牙超过92万例，英国超过79万例，英国嘛超过63万例。再来看中国结束连假已经有开始拖翻头的趋势。中国通报昨是新增加13个病例，本土病例有6例，全部拢伫山东的青岛市哦。伫香港的部分，昨嘛有新增加8个病例。
大批民众排规排、喙开开进行核酸检测。中国放完11长假，疫情有断开的迹象。中国官方通报12新增加13例确诊的案例，其中本土病例6例全部拢是集中伫山东省的青岛市，也打破着中国连57天零本土确诊的纪录。青岛为10日开始启动全市核酸检测，预定5天内完成全市900万人的筛检。青岛市卫健委今天通报，截至今天8时，已采样3078528份进行核酸检测，未发现新增阳性感染者。青岛这届疫情加上10日3例无镜头感染，拢甲青岛兴科病院相关。青岛市卫健委已经将兴科病院附近的后山楼社区认定是中风险地区，但是无认定有社区感染的记录。中国才拄过完11连假，青岛来往超过477万游客，也引起疫情扩大的忧虑。专家表示，爱听候进一步流行病学的调查。6个的话不是游客，他们是青岛居民。那么除了一个出租车司机以外，他可能能够有一定范围的这个接触。香港疫情嘛，还佫咧传，13香港通报新增加8例确诊个案，其中2例属有来源不明的本土案例，全香港累积5202例。当时传出查到一个确诊的个案，捌伫中环附近一间苹果商店，苹果的官网显示讲，这间店13、14暂停营业2天。卫生防护中心呼吁市民避免回避业外旅遊計劃，一個出外用餐。最有效益、最有戰略價值嘅，就係每一個有輕微病徵病狀嘅人，我哋都驗咗先啦。我真係支持咧。係強迫性驗啊！香港公衛專家袁國勇是呼籲，全香港應該考慮對較輕症頭的患者，強迫實施新冠病毒的檢測。若做市民無願意配合，也是當考慮罰錢，還是加禁。記者綜合報道。來看美國的企業 Johnson & Johnson 伫頂個月宣布講，要來進行大規模的人體測驗，來參加測驗的攏總有6萬人。也毋過哦，因說佇12宣布講，有一個人出現無爽快的情形，這個人體測驗就隨法暫停。根據交生公司原定計劃，頂個月展開的最後階段，預定6萬個志願者參加的人體實驗，今年年底還是明年初都會有結果出來。不過其中一個志願者意外出現不明的症頭，致使實驗暫時停止。對這個狀況，交生公司以維護志願者的隱私權為理由，並無公布這個民眾的身份甲症頭。敢若講過去佇這種大規模的藥物人體實驗中出現意外不明症頭真接快。這是9月份英國阿斯利康藥廠傳出疫苗人體實驗，佇最後階段暫停了後，後尾再一次發生類似的狀況。目前阿斯利康疫苗佇英國、南非、印度甲巴西這國家已經重新展開實驗，佇美國的部分也閣猶太衛生主管機關評估。另外，同款伫美國，一個內華達州的25歲查甫人，4月中下旬頭一遍確診新冠病毒，治療好勢出院了後，5月底佫出現同款的症頭，6月初第2次確診，當時病況比前一屆佫較嚴重。好佳在這種第2次感染的症頭也是少數，患者也佇病院治療的時陣漸漸復原。英國廣播公司 BBC 的報道指出，這個查甫人毋是頭一遍感染到這個病毒復發，是第2次為外部感染。當時經過基因檢測，這個查甫人2次感染到的是無共的病毒。也屬理醫療人員懷疑講，到底感染了後康復的患者會當有偌少的免疫能力。對這樣代誌，內華達州當地醫師指出，準講治療好具備抗體甲免疫能力，佇無共的病毒威脅下，也無法保證袂2次感染破病。所以民眾也是必須要遵守相關的防疫規範，包括着掛喙罨、過來洗手、保持社交距離之類。記者綜合報道。再來看民家啦，最近連續發生一起侵害的案件哦，嫌犯甚至佮過庭起來，放佇網絡頂頭，民眾真不滿上街頭去抗議。雖然民家啦，總統已經簽署法律修正案，性侵犯相當會使來判死刑。也毋過有人權團體是指出哦，當地幾啊千件的性侵的案件哦，也毋過互定罪比例只有少少規定，這其實才是上需要解決的問題。真受氣的大聲發口號，要求政府慎重正義。南阿孟加拉首都打卡，幾啊天攏出現抗議的人，食飽的人無分查甫查某的攏行起哩街仔路，因為因對當地性侵文化已經無法度忍耐。আমি যেন পরবর্তী মানুষটাই যেন আমি না হই, পরবর্তী ধর্ষণের শিকার নারীটা যেন আমি না হই।
পরবর্তী সহিংসতার শিকার নারীটা যেন আমি না হই।抗议的原因是因为顶个月发生一件性侵案，8个男性集体侵犯一个负责人，佮用手机甲犯案的过程翕落来，放起咧网络，引起风波。无到一个月，执政党佮逼出学生党员参加集体性侵去轰掠，短时间连续发生互人看袂做的性侵事件，引起民众不满，要政府甲罪犯判死刑。ধর্ষণ যদি বন্ধ করতে হয়, বিচারহীনতার যে সংস্কৃতি বাংলাদেশে গড়ে উঠেছে সেই বিচারহীনতার সংস্কৃতির বিরুদ্ধে সিদ্ধান্ত নিতে হবে, বা শুধু আইনটিকে আপনি সর্বোচ্চ শাস্তি বিধান করলেন কিন্তু সর্বনিম্ন শাস্তিটা আসলে কতটুকু।孟加拉法律原本规定，讲性侵上当干的当判无期徒刑，啊，毋过伫咧抗议的声音之下，政府12通过修法，允准判死刑，13总统签字了就实施。其实9月份的集体性侵并不是个案，根据统计，今年1月份到9月份就发生1000件的性侵案，其中208件是集体性侵，这还佫干那是有记录的，真侪受害者烦恼去互污名化，根本唔敢报案。虽讲性侵文化严重，啊，毋过人权团体认为讲死刑根本就无法度解决问题。根本的原因是孟加拉性侵犯定罪比例上低，在2011年到2018年7年之间，全国发生超过4000件性侵案，啊，毋过干那5件去互定罪。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美国参议院的司法委员会大法官候选人巴瑞特的听证会，这礼拜开始哦。因为巴瑞特是传统保守派，民主党认为未来进入最高法院，将对妇女的打开权、性基的管制，佮有健保等议题立场会行倒头路。A judge must apply the law as it is written, not as she wishes it were. 保守派大法官候选人巴瑞特拜一伫咧参议司法委员的任命听证会强调讲，家己会秉公处理相关事务。若是川普坚持伫咧选前1个月，提名巴瑞特来接顶个月雄雄过身的大法官金斯伯格，本身就充满争议。民主党认为讲，这个案件若是通过，会互最高法院保守派伫未来长期掌握6票比3票的优势，包括提囡仔权、性的管制等等相关法案，拢有可能会行回头路。后期健保嘛有可能会去互推翻。This hearing is going to be about real people and the harm that Justice Amy Coney Barrett could do to those real people in real ways if she is confirmed and she overturns the Affordable Care Act. 民主党的议员指控巴瑞特捌2届表态，若是伊是大法官的话，会推翻后期健保；啊，若是民主党副总统提名人，而且嘛是加州参议员的何金丽批评讲，大法官的人事同意权的审查，上过挖近总统选举的投票日，安尼是违法的。I do believe this hearing is a clear attempt to jam through a Supreme Court nominee who will take health care away from millions of people during a deadly pandemic. 共和党的人是主张大法官的逮捕定数，包括提名甲审查时间点，一切合法。There's nothing unconstitutional about this process. This is a vacancy that's occurred through a tragic loss of a great woman, and we're going to fill that vacancy with another great woman. 目前以53票比47票掌控参议的共和党，按算要赶紧来处理，预定10月底就互巴瑞特任命案来进行表决，也就是讲巴瑞特有可能伫咧大选进前就通过任命。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国际上阁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踮台湾来看世界。首先是联合国大会今仔改选人权理事会部分成员国的时处，中国、俄罗斯等人权记录无好的国家拢互选掉。美国国务卿庞佩奥就批评理事会根本是咧肯定独裁的政权，嘛讲选举的结果来证明美国退出是正确决定。再来看法国南特历史博物馆哦，本来伫明年要甲中国内蒙古的博物院合作来推出展览哦，也毋过南特博物馆透过网站是表示讲，因为中国方面要求要改宣传的文字，嘛要求要来审查展览的内容等等的因素，所以决定要取消甲中国合作，另外来规划新的展览。再来看昨哦是美国亚马逊的会员日，全球的亚马逊拢有拍折的优惠，也毋过德国亚马逊的仓库员工哦，率先伫迄天来举行罢工。亚马逊是表示哦，消费者袂去受到罢工的影响，一定会使来准时收到商品。再来看日本有媒体是指出，美国总统川普有可能会雄雄来台湾访问，来亲临台湾哦。咱的中央社是指出，有国安人士是回应表示讲，这是上过离谱无正确报道。目前川普的无用选举，无可能有时间来台湾访问。
and we will make America safe again, and we will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Thank you, Florida. Thank you very much. 美国总统川普12日伫咧佛州造势，是伫咧得到新冠病毒了后头一届的造势大会。接落来是13暗时伫咧宾州的造势活动，跟伫咧约翰城机场。目前伫咧宾州的主要道路，都会当看到川普甲拜登的竞选扛棒。根据路透社伊普所伫咧拜一上新的民调显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目前伫咧宾州领先7个百分点。大部分认为拜登伫咧掌控疫情可能会表现较好。川普2016年伫咧宾州是也无1个百分点。I don't know. I just want to see the people, and I would love to hear him. And it's nice to see people that are happy and enthusiastic and have a purpose. I like the way the president's handling it, coming out and pretty much publicly taking his mask off, and he's just trying to get away from this whole thing, and it doesn't make any sense to me. 除了宾州，川普所落来造势行程会去爱荷华州北卡顶，这寡关键不确定州。日本媒体石刊富士12日一篇报道指出，川普会向来访问台湾，而且承认台湾。根据中央社引用国安人士的讲法，若是对日本媒体生态有了解，就知影讲石刊富士的报道一向拢是八卦较含糊来出名。美国大选剩无甲1个月，各阵营拢伫咧做上尾拍拼，川普无可能有时间来访问台湾。另外，外交单位嘛无接到美方高层最近要来访问台湾的消息。记者综合报道。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是讲美国要卖军事武器予咱台湾，其中包括空中对地飞弹等3项。国务院嘛已经同意会个送国会来审议外交部长吴钊燮是表示，还未收到正式的通知。另外，总统蔡英文昨去新竹的鹿山雷达站，嘛表示讲对国军的防守能力一真有信心。9月传出美国会卖予台湾7项先进武器，路透社13独家报道，根据消息人士指出，其中3项最近已经得到国务院批准，包含龙马公司生产的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波音公司生产的空对地飞弹，甲用伫 F-16战机的外部团杆配备，北京一家军事案送到国会审议。那我们现在还没有接到正式的通知，中国的军事威胁是越来越严重。那但是美国政府也依照对台6项保证和台湾关系法持续提供我们防卫性的武器。那有关于这方面，我们对美国政府表达感谢之意。虽然这项消息还未得到证实，不过《纽约时报》指出，这军售内底上敏感的就是远距离攻略型空对地飞弹。因为超过台湾关系法内底防卫性武器限制，让台湾得到攻击中国本土能力。川普政府也做出典型对北京的强硬态度。而中国外交部是搁再回应，美国对台军售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甲中美联合3公报，呼吁美方马上停止，若无中国会做出正当必要回应。就伫台海局势上升，中国军演的时阵，总统蔡英文13到新竹2620公尺的鹿山雷达站视察空军征收武警中心，感谢国军伫这座高山顶面最空防的目睭，守护国家安全，伊有信心国军会使对抗空中威胁。尤其是长城飞弹的预警，更是国防任务的重中之重。国家的空防就要继续交给各位了。鹿山雷达站部署美国铺路了远程武警雷达，是国军重要的征收系统之一。最近中国有真侪军事行动，鹿山雷达站的工作就是精准将压导弹甲卫星这各项空中信息进行精准预判。另外，蔡总统也特别外送麻辣锅为国军兄弟来加菜，犒赏在高山上辛苦敌群的国军官兵。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针对有媒体报道讲，咱国内屠宰场使用次氯酸钠，一般咱讲的漂白水，还是消毒剂来浸杀死的鸡哦。农委会是强调讲，这是为了消毒，避免受到细菌的感染哦，嘛是国际上普遍的做法。就是卫福部的公告的一个食品用清洁剂的卫生标准50个 ppm 以下，所以我们目前在屠宰场里面所使用的次氯酸钠呢是在50个 ppm 以下，那是比这一个日本或其他的国家的一个标准是更低的。
农委会嘛表示讲，咱国内对102年开始，传统的市场就袂使现太价格压，拢爱送到屠宰场去抬。电动屠宰了，肉的温度会较悬哦，所以需要来降温灭菌哦。所以泡伫冰水内底10分钟到30分钟，卖来加一包漂白水来消毒。国内外做法拢差不多哦。农委会认为媒体报道会造成消费者的误会，嘛影响到肉品的市场，所以一定爱解释和清楚，互民众了解。再来看中华电信伫咱监甲机构之间的海底电缆幕伫7节虽拢无信号，造成电话、有线电视、网络拢无法度使用，要到月底才会修理好。中华电信是表示哦，今年已经断4遍咯，一遍的维修的费用哦，拢超过5000万。有人认为凶手就是中国的抽沙船。机上而已开启哈，是蓝灯。然后目前出现的是没有讯号啊，事实上看得到。电视机上已经开开，信号也显示正常。不过电视依然无画面。位在马祖机港的民众已经4天无得看新闻节目，主要原因是中华电信南间，也有机港海底电缆车闸向毁损断线，有50个底才修好，也造成机港地区的电话、有线电视、MOD、宽频网络、部分行动机地台拢无得使用。比方说，像网络不通，网络它可能是用暂时替代的线路先顶着用，然后第4台看不到，其他的网速比较慢。中华电信先赶紧启动备用通信恢复市话网络，不过有线电视 MOD 到这阵为止完无得看。中华电信讲，海底电缆今年已经断4摆，维修费用超过5000万。这摆有个月底通信电信才看到全面恢复正常。而海底电缆断线原因，当地民众怀疑甲中国抽沙船在当地海域抽沙有关系。中华电信讲，海底电缆确实互船只乌断，修理了后，所有用户才会恢复正常上网，而有线电视依然无到正常收看。因为海沙被抽掉了嘛，所以它表面并没有保护，所以任何比方说像海底像是一个抽沙船，比方说其他的拖网渔船，只要稍微经过那边，可能就会造成什么海缆再次断讯。之前有民众坐无人机登去马祖时，翕下真侪中国抽沙船拢伫海面上，真侪船只一直排放同色废水。而海底电缆就待伫海底下面2公尺，恐惊甲中国抽沙船盗采沙礁，造成电缆毁损有关系。而马祖民众也惊讲，以后可能定定断线。海巡署是讲，一旦抽沙船驶入禁止水域，会马上派员去执法。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彰化市清洁队的粪扫车，因为手内的粪扫拢会用机器来底好变哦，也毋过所发生讲有一地香灰喺现场剥开的意外，所以造成现场拢是灰，好佳在是无人受伤。彰化市的粪扫车沿路甲民众斗收粪扫，当粪扫车伫压缩粪扫的时阵，响响一声真大声，刷落来真侪香灰响响喷出来。甲清洁队员甲边仔的民众惊一条，佳在无人受伤。彰化市公所表示，若发现有民众乌白甲香灰弹现杀，一定会采罚。这个画面看起来就非常的危险，常常会造成我们清洁队员受伤。如果再发生的话，我们绝对不宽容，一定要救治。这个意外发生伫12下晡，清洁队调出粪扫车后壁监视器的画面，不过无法度确认喷出来香灰是啥物人合家的。咱若旧年嘛有民众，甲真侪烧无了的金纸甲香灰，直接底伫粪扫袋仔内底，等入去粪扫车。迄当阵毋但香灰夜夜飞，粪扫车还阁倒火。即届阁发生类似的事件，民众是感觉喊呱呱。咱若彰化县县古迹南庙宫受教民众爱安怎处理香灰？我们是都会把它打湿，就是烧好以后冲水捣湿以后，再包起来放在垃圾车。加工也引起那个小火星残留小火星会引发火灾，所以我们特别的谨慎所以说爱破水，然后打慢呢确定它这边小火苗都全部熄灭之后，我们会再把它整个套进这个塑胶袋里面。彰化县环保局表示，即个喷出来的香灰真明显完全无压水嘛无拍互淡。环保局呼吁民众，香灰一定要完全拍互淡，变做落果仔糜共款，才会当当做一般的粪扫弹现杀。另外，包括锂电池、行动电源或者是灭火器、加速桶等等，伫合家进前拢爱处理好势，才会当交互粪扫车或者是资源回收车。若无做好粪扫的分类，会当以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相当罚6000块。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6月份发生一桩咖啡厅的头家伫台湾嫌的案件，落尾经过协助，甲这4只挽嫌送到台北市立动物园。动物园表示挽嫌现在是过了真好，早嘛带其中的3只出来甲大家见面。
只听到保育人员送食不来，两只浣熊马上有精神，赶紧冲过来。无阁像以早由消费者来饲，浣熊要食到糖甲水果，阁爱设法用乌的。来到新厝会当四个船，内底有鸡啊、蛇啊，生活环境更较多元。过去浣熊互关伫真细的空间，所产生一直细鳞拢顶刻板的行为，即马总算有改善。经过这1个多月的这个行为矫正之后，他的行为已经明显的比较自然化了，也不会说在白天过度的焦躁跟紧张，因为可能过去在宠物餐厅，他们是会一直的不断的在配合游客在做一些移动嘛，或游客喂食等等。今年6月底发生咖啡店头家虐待店内浣熊的代志，后来由台北市议员柯淑华甲北市动保处介入协助，4只浣熊互没收，最后送往动物园安置。虽然业者因为不当饲养，罚款45000块，不过4只浣熊送来动物园照顾，1个月至少要开1万块，最后煞变成市民来买单。不要说有了野生动物，然后你养了它，弃养了以后，就全部都要政府来买单，钱又花人民的钱，这是不应该的。其实罚的并好像是在罚全民，不是在罚原来闯祸的人哈。能够让大家在想要有养野生动物的冲动之前，要想清楚适不适当。另外，虽然国内已经完成动物展演管理办法立法，但市议员柯淑华指出，对咖啡厅以野生动物做号召，吸引民众来消费，但无针对观赏动物来收钱的营业行为，敢若是真歹规范，嘛显示出法令有可能阁需要修正。记者林志坚台北报道。再来看伫台东太麻里外海的养殖渔场，对初八开始有3只豆腐鲨，佮1只鲫鱼，卡伫渔场的网仔顶头。都有专家是表示讲，这代表政府有诶禁止掠鲨鱼，效果嘛慢慢啊出现啊。这嘛代表讲鲨鱼的生态有诶恢复。这3只豆腐鲨啦。这3只豆腐鲨拢徛伫台东太麻里3号定点渔场，边仔还佫有1只保育类的动物鲫鱼。这款的情景，互渔民是感觉真罕见，因为演过若是海洋或者是鲨鱼，无细字走入去，结果是1只。今年煞一困头出现3只受困伫内底，而且看起来，大只至少拢有6公尺长，遐尔大只。豆腐鲨会在我们这个定置网里面，也会造成对一些其他鱼群的惊吓。那豆腐鲨一进到我们渔网之后，首先。我们为了要野放这些豆腐鲨为了保育类的一个动物的保护，那会把网子做一个开放性。国内政治2008年开始禁止掠豆腐鲨，渔民爱把网仔拖出去外海放流。海生馆副研究员何宣庆研判，太麻里的海墘仔会出现豆腐鲨，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因对乌条的路线收过来的。进到定置渔网呢，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是跟随着这个洋流里面的食物。台湾的东部本来就在黑潮流经的地方，那它自然而然就会跟着这个食物就进到定置渔场。一次可以看到3只，代表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就是慢慢的或许我们会越来越多。何宣庆认为讲，定点渔场一概出现3只豆腐鲨，代表禁止掠豆腐鲨的政策对渔业有正面的影响。不过，甲菲律宾等等的地区来比，台湾沿岸会当看到豆腐鲨的数量也算少。其他有搁较侪研究单位参与放流，而且伫咧豆腐鲨分数顶按卫星追踪器记录因族群的数量，也搁有收的路线。记者综合报道。嘉义的渔地种饲料环尾面积是超过2000公顷哦，也毋过今年雨水较少嘛，影响到收成。若所以雨水拢无够，情况嘛愈来愈严重哦。农民是希望讲政府会当来启动天然灾害的补助，来减少因的损失。这发起来是4期，拢发起来哦。系啊，这种发起来拢4期哦，你看。原本当你成长的番麦，逐丛看起来拢连连，有的已经徛黄，伊伫向9月开始种的番麦，因为还无雨水。到达受损的面积已经有300公顷，受害程度约15%。这一个饲料玉米跟青稞玉米这个受损将近有15%，损失金额将近200多万，然后，那我们会迅速将这些资料送给我们农粮署，作为我们这一个灾害救助的一个参考。伊伫乡是目前种植这种饲料用番麦统制的所在，面积有1520公顷，受可汗的影响，田内底的番麦拢袂大，农民真烦恼，会影响到每公顷65000块的专属奖励金。我们过去都有一个限制，就是要每1公顷要缴交到4500公斤。那今年干旱的部分收成一定会较歹，所以我嘛是建议讲农粮农委会当降低迄个就不限数量的啦，伊来收2千就交2千，收3千交3千啦吼。
总干事表示，这16天内毋捌拄过这种情况。目前9月开始种的番麦已经有5、6成徛黄，若是天气继续安尼无落雨，状况会搁较严重。希望政府除了专注种类，嘛会当使用天然灾害补助，减少农民的损失。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再来看花莲县政府为了要整治河川哦，伫溪流出海口来装网啊，要来捡垃圾。无想到讲一年的垃圾竟然有上百吨哦，去安溪上严重，更有未少动物的尸体，嘛有真侪民众乌白蛋的一袋一袋垃圾。这是花莲吉安区出海口，县府水利科伫咧遮救查网啊，逐工拢查真侪垃圾，其中上侪是塑胶干仔甲玻璃干仔，上臭的是动物的尸体。工作人员虽然有挂水啊，也是想要吐，不过的民众也真头疼。粪扫就上游的，迄人较无公德心的，就杀来乌白蛋安尼啦。我们这个计划从今年元月初就开始执行到现在，预计执行到11月30号。那平均每周拦除的量大概有500公斤至1公吨。那美仑溪跟吉安溪是垃圾量最大宗的部分。县府讲，自去年开始，伫咧县府管理12条河川热点的所在，有装查网啊查粪扫。一年落来，河的粪扫有114吨，今年也未煞，就已经获上百吨。其中有真侪规地的粪扫，也有购资会当对查。我们可能会跟这个相关的单位，包含环保单位还有这个公所去做这个相关的破袋检查，希望遏止这些整袋垃圾直接丢到河川里面的。县府其实有派河川巡查员巡逻，到今年8月，巡检的次数有到1161倍，是全国第一。不过粪扫也是这么多，这表示民众的公德心无够。县府准备伫咧较高等粪扫的所在装监视器，加强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企业甲公家机关合作开发一个防地 App 哦，民众行到底想要装滚水，透过这 App 就使找到上近的饮水机。早啉水管仔出门，想要滴滚水，手机 App 一试，就会当查到你家己上近的防地站伫倒位。过去嘛捌有相共 App， 不过这支防地 App 除了公家机关的防地站，嘛邀请企业点头加入，透过互动佚佗的方式，不管是饮水机、饮水台，也是大地沟的资讯，拢通掌握，找水啉变加介趣味。民众透过这 App 去找水的，或者阮迄点数点数会当去阮迄店家遐兑换伊的商品，像宝可梦安尼去用佚佗的方式佫会当去熟悉到这店家的伊的故事，这是足特别的防地的文化。防地 App 透过公司协力，甲环保署打造出所谓行动的饮水地图。伫今年的总统杯黑送，摕到出奖团队的肯定。今年咱的主题是永续发展，主要就是咱后代子孙的环境，嘛，互伊莫受到破坏。环保署原本就有足侪人均水的所在，毋过无足侪人知影。所以讲，防地就是民间的创意，结合公部门的资料，来解决塑胶管仔产生的问题。想要解决问题，会使为家己开始，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就是一种方式。大家拢知要互阮的环境更较好，社会更较好这毋单是政府的代志，佫是阮大家人的代志所以，阮嘛希望透过这个防地的行动互大家拢会当斗阵做伙来向前行安尼。已经举办3年总统杯黑送，希望邀请证人做伙改变甲政府的关系，嘛鼓励公部门和民间合作，利用数位科技甲政府的资料做创新的运用。记者杨淑晴、张玉水、谢桂林台北报道。再来看世界棒垒球总会对2018年开始提供5人制棒球赛哦，伫这2天嘛头边举办正式比赛，要来挑选明年亚洲杯的选手。打者徛上打击区准备打击，也毋过头前无投手，看卖啊守防的徛飞，球一旦用家己的手拍出去。袂当拍小球，球伫界内合法区下落第一摆，才算有效打击。若讲规力伤大，拍到场外也是围墙，算直接出局。伫5人制棒球无防不让。
手会痛，对，而且你控制力没有那么，就是力道没有那么强，对，然后它也不能直接打全垒打，所以变成说你只能挑对的位置打，所以比较难。国体大5人制棒球队的8位男女队员本来就是棒球队成员，因讲5人制上困难的所在，就伫场地无大，比赛速度伤紧，考验手臂甲部位。球来的方向会不太一样，对，因为平常习惯用手套去接球，就有时候不会看得那么仔细。来自俄罗斯的布丽娜目前读开南大学4年，伊是拍排球的，原本对棒球拢唔捌。最近几个月拍拼练，甲查甫同学同齐上场比赛，伊讲感觉真赞。一开始会有这种想法，就是他会不会打我这边，因为我比较不会接球，对，会有这种想法，但是实际上，对啊，看情况。他们一开始什么都不会，然后讲了他们就会了。棒协指出，5人制棒球较无受场地限制，上侪半点钟就会当结束。世界棒垒球总会最近积极推广，每年办理头一摆亚洲杯甲世界杯。2022年青奥已经踏入正式项目，因为国内也无选手会当组队，一摆才会经过体育署同意，指派6间高中、6间大学集训，佮透过比赛选出国家队。记者综合报道。科技部国家灾防科技中心利用huawei7号的资讯推出乐户小帮手的 App， 佮加上气象局的资料，有这 App 未来熊熊落大雨，民众得先收到通知，提早来准备。想要看未来1点钟的时间，所定的地区敢会落雨，甲手机 App 开开，半径10公里以内范围，什么时阵会落雨，什么时阵会停，雨量的资讯拢看会到。红色的部分呢，就是这个技术提供的未来1个小时短延时的一个预估。服务器呢，它是在海面上做观测。那根据国际的文献来讲呢，它可以提高6到10% 的这个准确度。今年呢，我们在梅雨季跟台风季的时候，我们也做了一个测试。我们做校验的方式去评估的话，我们也可以达到10% 的精准度。落雨小帮手 App 整合气象局的气象甲风灾雷达，也佮有中央大学甲台大研发的极低级雨量预报技术，配合去年升空的huawei7号，即马逐工会当提供4000条以上的大气随时观测资讯。这寡资料对最近这几年常常发生的低延时强降雨等等的威胁，会当提供准确度更较悬的即时监测。除了安尼以外，灾防科技中心佮推出来的官方考照，而且甲气象局的雨量监测、水利署的饮水监测、内政部的地形资料，还佮有各部会 CCTV 影像大串联，成做灾害真主网的公开资讯汇整。淹水的资料，包括火山的资料，包括了海浪的资料，都可以一清二楚啊。也许数据上你看得不是很清楚，你也可以从摄影机里头 CCTV 看到了现场即时的状况啊。若是强降雨、土石流、风台等等的天然灾害来的时阵，民众敢会当真紧地得到资讯，是维护生命财产安全的重点。政府相关单位下部会整合会当用的数据，希望会当提供予民众甲防灾人员更较侪掌握精准的管道，互生活更较利便，降低灾害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县为了推广用科技来饲虾啊，农产公司今年嘛用遥控的方式来畅水来饲白虾甲斑节虾，利用科技来监控虾的品质甲健康，拢有正大的提升。操作遥控畅水艇，畅到海水饲虾池，这一池是用是难度上悬的斑节虾，也就是俗称的明虾。透过畅水艇的摄影机，会当伫无干了虾仔的情况，较会当观察因的成长状况，甲藻类敢是发了上白，也会当记录水质变化，作为饲虾环境改善的意见。人有时候下去观察的话，会因为挤压迫到他们，有时候紧张，他们就会抽筋。这是台东县农产公司推广白虾甲斑节虾的用时池，因为饲虾受到各种环境因素的挑战，较无好饲。不过透过遥控畅水艇的水下实景观察，建立科学大数据，克服饮食问题，成功饲好虾。所以包括水质的氧化还原、溶氧、盐度、温度、pH 值，这设备我们都有了。那我们把它做好一个大数据之后，把大家共同努力。张志明讲，虾类水产的技术权用科技永续是未来的趋势。台东各有好的海水水质，运用科技的工具，除了提高产量甲品质，也会当互伫外地少年人返乡工作。记者综合报道。
咱来看联合国第12公布一份报告，讲到过去20年，全世界发生天灾地变的机会是比顶一个世纪上下尾20年加出1倍。主要的原因就是气候变迁，其中受害上严重的地区就是亚洲。另外，有报告是表示讲，若使地球继续暖化，几十年后，北极可能会出现热人无冰的情形。史上规模上界大的北极考察团登来到德国，当地时间12，破冰船极星号载着几多百个科学家，驶入布莱梅海港，因带着大量的研究资料，也向世界提出严重的警讯。Und diese Welt ist bedroht. Wir haben wirklich gesehen, wie das Eis verschwindet. 这个跨国考察团去年9月坐极星号为南威出发，驶向充满海冰的北极海，进行1年外研究，因伫北极深入见证气候暖化造成的后果。包括原本充满冰层的格陵兰岛以北地区变作大面积的冰雪，甚至伫北极极点也出现冰严重扬起的情形。Es war augenfällig. Man konnte es sehen in der Umgebung. Man brauchte dafür gar keine Messinstrumente, dass das Eis stirbt. 科学家指出，随着气候持续暖化，几60年来，北极都会面临热天无冰的情形。目前北极冰的高度敢若剩40年前的一半。极地冰扬起了后的后果，恐惊对海平面产生真大影响，致使着大水的灾难。所以上极端气候已经对咱人甲经济活动造成严重的打击。联合国礼拜一公布报告，指出讲过去20年，全球发生7000多件灾难事件，其中6000多件甲气候有关，天灾次数比顶一世纪最后20年加出1倍。这灾害夺走113万条人命，影响42亿人，经济损失达到2.97兆美金。More people are being affected by the expanding climate emergency. Now, furthermore, disaster risk is becoming systemic. 气候变化致使着真接的大水、可汗、暴风雨，也有当年升悬的这个极端高温。这变化影响上界大的所在是亚洲。过去20年发生3000多件灾难，过来就是美国甲非洲。若做用国家来看，影响上大的是中国，再来就是美国甲印度。联合国指出，报告显示，咱人故意的迫害致使着这个苦果。若做每一个国家佫无提出对策、确实行动，安尼咱人的未来会真歹过。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俄罗斯的一个小砖头，有一对退休的翁仔某，因靠着回收来塑胶管仔的挂，做出一把美丽佮有特色的壁画哦，嘛写真侪人来遐观光佚佗。这寡远远看过去色水真深的壁画，其实是用一个一个回收的干仔挂豆豆做出来的。了是佮了讲，这寡干仔挂的壁画创作者是一个已经退休的俄罗斯负责人斯维特兰娜。18年前退休了后，伊就开始做干仔画壁画创作，有当时一做就是几工。Только составила картину или там подобрала пробки какие, что, вот, уже надо обедать. Пообедали, доделали, на второй день начинаешь на леску собирать. На леску соберешь тоже не за один день. Завязываю конец этой лески, узелок, и собираю пробки. Собрала 25 штук, здесь развернулась, пошла дальше, сколько надо. 斯维特兰娜自细汉就真袂插绣，透过插绣的杂志来找灵感，所以干仔挂创作的题材真多元，从漫画角色到伊真介意的机车运动，这寡创作的干仔挂是拄各种勇气收集来的。打开始，伊拄后院的一个角开始创作，毋过即马徛伫外口，差不多每一面壁拢是干仔挂的壁画。毋过要收集各种色水的干仔挂是一个大困难，因为干仔一平方公尺的壁，就要670个的干仔挂。而且甲用1个月时间才会当完成，毋过好佳在斯维特兰娜因翁真支持伊的创作，嘛替伊分担各种干仔挂落空的工课，而且厝边隔壁嘛会斗相共收集各种无共色水的干仔挂。Нравится, красиво же, видишь, все идут, смотрят, тоже многие фотографируются на фоне дома, на фоне картин-то, поэтому. Ну, такое хобби у жены, я помогаю. Собираем даже у других родственников, у знакомых есть, что не выбрасывайте, собираем, все несем тете Свете. Она из этого всего, как некоторые же выбрасывают, а она из этого всего собирает быстренько это, вот такую красоту. 这寡干仔挂的壁画，画画制作伫咧西伯利亚西部偏远庄仔头的景观，当地嘛渐渐变做观光景点。
回收塑胶粪扫做环保的时阵，嘛摕砖仔头来拍知名度。斯维特兰纳阁想要伫春无偌济表面继续创作，互即个因为新冠疫情伫咧滚假的世界，加添一寡治疗人心的色彩。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北部宜兰花莲的雨会慢慢变少，中南部地区是侪份好天的天气，过到山区会落雨。咱做伙来看今仔详细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1度；中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0度。环岛地区上低22度，上悬29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